三明治好食不？无较早好食。多谢你的捧场哦，欢迎下次再来。元旦哦，在恁的家己两边啊，我送你啦，顺路你是乐器行的头家哦，上车。多谢哦。什么多谢？哎！这3年店的生意愈来愈歹啊，即马有钱通纳贷款，我唔则想讲甲店收起来。迄是爸的店呢。这几年我做恁爸的店，只要有够啊，妈真正忝啊。是的。拜托的啦，你甲萱萱遐尼侪年的交情，你甲斗相共一个啦。你甲萱萱骗去啊？妈甲大家拢骗去啊呢？我是骗你什么啦？拜托你甲萱萱讲一个啦。真正无头食。妈妈，爸爸回来啊！